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今天我要来跟大家介绍推荐到美国 Costco 买什么最好最划算。如果你有到美国旅游或者是探亲，有空逛 Costco 的话呢，可以买这些东西，不仅自用送礼2相宜，而且还很省钱哦。但我这个影片应该主要是说加州这边啦。你知道美国很大吗？不同州的 Costco 卖的东西也不一定都一样。好，那在开始之前呢，我要先声明，我没有收任何钱帮任何厂商，包括 Costco 业配哦，我只是单纯分享我个人的经验给大家参考而已。当然，如果有任何厂商想要找我业配的话呢，我会很开心的啦。娃娃 TV。好，那第一个要介绍的呢是大家最熟悉的 Dyson。Dyson 不管是电风扇还是吸尘器，你到美国来买本来就已经比在台湾便宜了，但如果你到 Costco 买的话呢，会更便宜。我们来看这2张照片，这是我去我们这边的 Costco 拍的。我拍的时候呢，他们刚好是有在打折啦。我们来看这台电风扇，它打折的时候呢是379.99，相当于台币11000左右。那没有打折的时候呢，原价是499.99，相当于台币15000左右。那我就上台湾的雅虎购物查了一下，他们大概是卖将近19000左右台币，所以就算 Costco 没有打折，还是比台湾卖的便宜不少。而且据我的观察啦 ，Dyson 的产品在 Costco 蛮常打折的啦。你知道这个划算到我有一些刚毕业要回去台湾的朋友，他们回去之前呢，直接去 Costco 抱了2-3台走。那这张 Dyson V8 吸尘器也是一样 ，Costco 打折卖到299.99，相当于台币9000块左右。那没有打折的时候呢，是379.99，相当于台币11000左右。而雅虎购物卖的呢是台币17900。你知道这台在上次感恩节的时候呢，它下杀到199，相当于台币6000块左右。我二话不说，马上买了一台。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啦，要买便宜 Dyson 最好的时机呢，就是感恩节啦。大家可以看好感恩节的时候到美国来买，或者是请亲朋好友在感恩节的时候呢，帮你去买，保证买到赚到。好，下一个呢是这个也是超好用的 Instapot， 简称 IP 压力锅。它不需要使用到任何炉火，而且内建多重功能设定。不管你是要煲汤炖肉、煮饭、煮粥、做优格，甚至是当炖锅或者是炒锅使用都可以。不仅好用，而且速度很快，让你可以轻松快速的做出一道料理。我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，也是趁它大打折的时候呢，帮我妈添购了一台。它现在都拿来炖肉或者是煲汤，不仅快速又好吃。它有多好用呢？我最近有发现，我身边很多朋友他们家都不只有1台 IP 而已，少的呢都有2台，多的呢我有看过有5台的。因为1台 IP 一次只能做1道料理而已嘛，所以他们可能想要一次做多种料理，所以才会买这么多 IP。好，那接下来跟大家介绍的呢是这个坚果太妃糖巧克力。它虽然是太妃糖巧克力，但它不会太甜，而且很好吃哦。很多人到美国来喜欢买 See's Candies 回去当伴手礼，不是因为它特别好吃，而是因为它比较有名。但你知道吗 ？See's 它超级甜的，可能美国人不觉得吧，但我觉得对台湾人来说真的是太甜的啦。甜到连我那个属蚂蚁超级喜欢吃巧克力的舅舅都觉得太甜了。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买巧克力回去送礼的话呢，我建议可以买这款坚果太妃糖巧克力。虽然它不是 Costco 的固定商品，但它不定时的呢会到 Costco 去销售贩卖。我第一次吃到这个巧克力呢，不是在 Costco， 而是在一个啤酒节的活动摊位啦。他们有做现场贩卖跟试吃，我们本来只是去试吃看看而已，结果一吃就爱上了。我们买了一点回来，吃完之后呢，意犹未尽，因为那个时候买的没有很多，而且那边卖的也没有这么大，大概就是这个的1半而已吧。我吃完之后呢，我就上网看看哪里有在卖，就突然发现他们有时候会去 Costco 买，所以我就看好日子冲去 Costco 买了5盒回来，现在吃到只剩下这1盒而已了。而且 Costco 卖的呢是超值大包装，不仅量多，而且还便宜。如果我游客到加州来没有遇到他们有去 Costco 买的话呢，可以到 Whole Foods 去，他们好像有固定在 Whole Foods 寄卖啦，不过比较贵一点就是了。好，那下一个呢是这个 Cosman 的维骨力，它是美国外科医师推荐的第1名维骨力，它是吃减少关节疼痛的，而且是针对关节炎、关节退化、车祸手术关节恢复、运动伤害关节炎手术复健的辅助保健品。很多人到美国的 Costco 来呢，都喜欢去买那个 Move Free 的维骨力，但依照我身边人的经验来看呢，我是觉得那个比较没有那么有效啦。我外婆现在80几岁，她就退化嘛，所以现在膝盖不太好。之前就有买那个 Move Free 给她吃，一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。直到我们买这个 Cosman 给她之后呢，她膝盖的状况真的有明显的改善。我在这边不是说 Move Free 没有用啦，只是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好。
套一句我外婆之前说的啦，之前有人看到他在吃 Move Free， 就问他觉得怎么样，有没有效，结果他就说了他吃了10几年，现在是这个样子，如果没有吃的话呢，不知道是怎么样，所以也不能说人家没有效啦。再举另外一个例子，就是我妈现在也有点年纪，也开始要退化了。之前我们去日本呢，她体力跟脚力呢都明显下降很多。大家都知道去日本自由行就是要一直走嘛。那这次我们在去的时候呢，她就带了一点 Cosman 去吃，结果她说呢，她脚力的状况真的有比较好，比较没有像之前这么不舒服。另外，我妈有一个朋友的老婆出车祸骨折，结果我妈就推荐他们 Cosman， 买了2瓶回去给他们之后，她说她老婆吃了复健有比较好，要我们回去再帮她多带几瓶。她说台湾只有代购有在卖，而且卖好贵。那这个 Cosman 的单价呢，大概是 Move Free 的1倍，在 Costco 卖呢是53.99，相当于台币1600左右。我们上次看到 Costco 在打折减大概11块美金，我们二话不说赶快搬。它这个价钱虽然有一点高啦，但大家不觉得吃有效最重要吗？ Move Free 虽然比较便宜，但效果没有 Cosman 好啊。你可能 Move Free 要买2瓶才有 Cosman 1瓶的效果，这样比起来不就差不多了吗？而且虽然说是保健品啊，但吃太多也不太好，所以维骨力吃1瓶 Cosman 就够了。好，那下一个要推荐给大家的呢是这个无花果干，它是有机的，是用整颗新鲜无花果制作而成的，没有任何人工添加物，而且很好吃。我们之前回台湾买了好几包回去送亲朋好友，我觉得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它里面有小小的籽会卡牙缝，像我外婆戴假牙，她就不是很喜欢吃，不是因为不好吃啊，是因为会卡。好，那最后一个要推荐的呢，就是 Peet's 咖啡的咖啡豆啦。Peet's 呢是一间于加州伯克莱起家的连锁咖啡店，它比星巴克的历史还要悠久，在加州应该没有人不知道 Peet's 咖啡。虽然我不喝咖啡啦，但我身边有很多喝咖啡的人呢，都觉得 Peet's 的咖啡比较好喝。所以如果你喜欢喝咖啡，到美国来不妨试试看 Peet's 咖啡哦。那如果试了喜欢的话呢，也可以带一点咖啡豆回去煮。虽然 Peet's 的店里也是有卖咖啡豆啦，但 Costco 的超值大包装更划算。我爱喝咖啡的舅舅呢，每次我们回去都一定要叫我们帮他带 Peet's。好，以上就是 Lisa 跟大家介绍推荐的 Costco 产品，大家有没有想要买哪些东西呀？都欢迎留言分享一下哦。另外，如果你有觉得哪些是在美国 Costco 必买的东西，也都欢迎留言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去帮我按赞加分享，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，也不要忘记去帮我按下订阅，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。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有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赞一下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